大语文千万语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咱看到古装戏剧，拢会听到一句台词，讲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意思就是古早男女有传统的规矩甲礼仪爱遵守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授私授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的授，就是传互人交付的意思，咱讲传授。另外嘛有教导意思，像咱讲授册，也就是教册。伫大学教册老师依照级点就有讲师、助理教授、副教授甲教授。另外教授做动词，嘛有传授知识甲技术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教授，头前讲到有传授知识甲技术的意思，嘛是专科以上的大学职级上介悬的老师。第二个词读做传授，这个意思就是甲知识或者是技术功夫传互别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阮的大学教授毋但传授知识予阮，还佫会引带阮，照阮的兴趣甲个性思考未来，一直到阮出业这头路，佫继续甲阮帮助，对阮的人生有足大佫正面的影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授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